即相信咱真诶乡亲知影讲，其实世界上有真个国家卖过5日节办爬龙船的比赛，像讲印尼啦、新加坡，甚至是德国。要不因为今年是疫情关系，真个国家拢停办爬龙船的比赛。安尼台湾呢，上有指标性是台北爬龙船的比赛，伫今日这个明仔载2天，同款伫大家和平公园如期举行。是讲比赛规模呢有缩小，敢若开放500个选手、亲戚朋友入场，嘛出现医护人员组队参加比赛。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哦，他们是由一群热爱运动的医护人员所组成的龙舟队。今年这届台北5日节爬龙船大赛又搁开始咯。今年早晚伫辛苦防疫的医护人员，我那组队来参加。伫船顶爬啊爬，想要争取上好的成绩。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只有80队来报名，但是来参加比赛的选手，每一个人拢真有信心，无惊日头呛痒痒，我那要提出全力来比赛。我们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要减肥，第二个就是练体力。已经连续练了6个月了，那希望就是在这次比赛可以得到一个不错的成绩。甲去年同款，今年我那伫大家和平公园比赛，不过嘉年华活动取消了，而且我那只开放500位选手的亲戚好朋友入场来参观。弟弟呢？弟弟有没有量？他们学校老师有比赛，所以来这边加油。很新鲜，让他们知道那个端午节的一些传统啊。虽然民众不多来现场加油，咱嘛当透过网络直播来拿找恁去拿爬肉粽，伫厝的为这努力的选手好好啊加油。